輪到我喺太和麥當勞開生日會啦！我2歲嘅時候都喺度慶祝過生日，轉眼間就5年，話咁快就慶祝我8歲生日啦！今次我就選擇小菲菲派對主題，佈置唔係淨係得小菲菲，仲有其他樂園人物。其實我一直都仲未認識晒所有角色嘅，整體佈置同之前都係差唔多。不過今次可以早10分鐘入場地，大家估下點解塊板上面有咁多 blue tag？ 賓客入場之後可以喺生日卡簽名或者寫上祝福語，可以開餐啦！實現任食麥當勞嘅自由啦！邊食邊玩熱身遊戲 bingo， 啲 blue tag 用嚟黐 bingo 卡㗎。第2個遊戲佈置炸彈。但係而家動作唔識㗎喎。單腳企15秒，6、7、8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幽默，又開心。衝浪！束手就擒。葫蘆啦，好係啱嘅，一拖半拖。遊戲好好玩啊！如果揀小菲菲主題，有唔同嘅嘉賓禮物，係樂園人物飛行棋啊！我急不及待就開咗嚟砌粒色啦！我嘅主角禮物係漢堡神偷餐具。Happy birthday to Alan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好多謝各位家人出席我嘅生日會。其實玩大電視我都係中意做估嗰個。上次艾雪生日嗰日係黑雨冇得出去玩，點知今次佢又話地下室冇得出去 play place 度玩，真係好失望啊！唯有下次先出去玩啦。最後麥當勞好好咁為小朋友準備咗迷你新地桶，好好味啊！大家都好開心。Thanks everyone.